宅院安下。次日，吕布回西请玄德，玄德乃与关张同往，饮酒至半酣，不请玄德入后堂。关张遂入，不令妻女出拜玄德。玄德再三谦让，不曰：“贤弟不必推让。”张飞听了，瞠目大斥曰：“我哥哥是金枝玉叶，你是何等人，敢称我哥哥为贤弟？你来，我和你斗300合。”玄德连忙喝住，关公劝飞出。玄德与吕布陪话曰：“列弟酒后狂言，兄勿见责。”布默默无语。须臾席散，布送玄德出门，张飞跃马横枪而来，大叫：“吕布，我和你并300合。”玄德即令关公劝止。次日，吕布来辞玄德曰：“蒙使君不弃，但恐令弟辈不能相容，不当别投他处。”玄德曰：“将军若去，某罪大矣。列弟冒犯，临日当令陪话，今一小沛，乃备昔日屯兵之处。将军不嫌浅狭，权且先马如何？粮食军需，仅当应付。”吕布谢了玄德，自引军投小沛安身去了。玄德自去埋怨张飞不提。却说曹操平了山东，表奏朝廷，加操为建德将军，废亭侯。其实李傕自为大司马，郭汜自为大将军，横行无忌，朝廷无人敢言。太尉杨彪、大司农朱卷暗奏献帝曰：“今曹操拥兵20余万，谋臣武将数十员，若得此人扶持社稷，剿除奸党，天下兴盛。”献帝泣曰：“朕被二贼欺凌久矣，若得诛之，诚为大幸。”彪奏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先令二贼自相残害，然后召曹操引兵杀之，扫清贼党，以安朝廷。”献帝曰：“即将安处？”彪曰：“闻郭汜之妻最妒，可令人于汜妻处用反间计，则二贼自相害矣。”帝乃书密诏付杨彪。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，呈监告汜妻曰：“闻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有染，其情甚密。倘司马知之，必遭其害。夫人宜绝其往来为妙。”汜妻讶曰：“怪见他今宿不归，却干出如此无耻之事，非夫人言，妾不知也。当甚奉之。”彪妻告归，汜妻再三称谢而别。过了数日，郭汜又将往李傕府中饮宴。妻曰：“傕行不测，况今两雄无兵力，倘比酒后制毒，妾将奈何？”汜不肯听妻再三劝阻。至晚间，傕使人送酒言之，汜妻乃暗置毒于中，方使陷入。汜便欲食，妻曰：“食自外来，岂可便食？”乃先于犬食之，犬立死。自此汜心怀疑。一日朝罢，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饮宴。至夜席散，汜醉而归，偶然腹痛。妻曰：“必中其毒矣。”即令将粪之灌之，以土方定。汜大怒曰：“吾与李傕共图大事，今无端与谋害我，我不先发，必遭毒手。”遂密整本部甲兵，于攻李傕。早有人报之傕，傕亦大怒曰：“郭亚多安敢如此？”遂点本部甲兵来杀郭汜。城下混战，称是掳掠居民。傕知礼，先引兵围住宫苑，用车2乘，一乘载天子，一乘载父皇后，使贾诩左领监押车驾，其余宫人内侍并皆不走。涌出后宰门，正遇郭汜兵到，乱箭齐发，射死宫人不知其数。李傕随后掩杀，郭汜兵退，车驾冒险出城，不由分说，竟涌到李傕营中。郭汜领兵入宫，竟强掳宫嫔才女入营，放火烧宫殿。次日，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，领军来营前厮杀，帝后都受惊恐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“东吴中兴汉室，上下相承12帝。桓灵无道宗社堕，燕臣擅权为庶几。吴某何进作3公，欲除社
反贼。四曰：此乃节价，何为保价？决曰：不须多言。我两个各不许用军事，只自兵输赢。赢的便把皇帝取去罢了。二人便就阵前厮杀，战到时和不分胜负。只见杨彪拍马而来，大叫：二位将军少歇，老夫特邀众官来与二位讲和。决四乃各自还营。杨彪与朱眷会合朝廷官僚60余人，先依郭汜营中劝和。郭汜竟将众官进行奸下。众官曰：我等为好而来，何乃如此相待？汜曰：李傕劫天子，偏我劫不得公卿。杨彪曰：一劫天子，一劫公卿，意欲何为？四大怒，便拔剑欲杀彪。中郎将杨毅力劝，汜乃放了杨彪、朱眷，其余都监在营中。彪谓眷曰：为社稷之臣，不能匡君救主，胜天地间耳。言讫，相抱而哭，昏厥于地。眷归家成兵而死。自此之后，决四每日厮杀，一连50余日，死者不知其数。却说李傕平日最习左道要挟之术，常使女巫及古将审于军中，贾诩屡见不听。史中，杨琦密奏帝曰：臣观贾诩虽为李傕腹心，然实未尝忘君，陛下当与服之。正说之间，贾诩来到，帝乃屏退左右骑于诩曰：卿能连汉朝，救朕民乎？诩拜，伏于地曰：吾臣所愿也。陛下且勿言，臣自图之。帝收泪而谢。少顷，李傕来见，带剑而入，帝面如土色。傕谓帝曰：郭汜不臣，监禁公卿，欲劫陛下。非臣则驾被戮矣。帝拱手称谢，傕乃出。时皇甫苹入见帝，帝知礼能言，又与李傕同乡赵氏王两边结和。帝奉诏走至汜营说汜。汜曰：如李傕送出天子，我便放出公卿。帝即来见李傕曰：今天子以某是西凉人，与公同乡，特令某来劝和二公。汜以奉诏，公议若何？傕曰：吾有拜吕布之大功，辅政4年，多者勋绩，天下共知。郭亚多盗马贼耳，乃敢擅劫公卿，与我相抗，势必诛之。君是观我方略士众，足胜郭亚多否？帝答曰：不然，昔有穷后羿，使其善射，不思患难，以致灭亡。今董太师之强，君所不见也。吕布受恩而反图之，思虚之间，投悬国门，则强固不足是矣。将军身为上将，10月仗节，子孙宗族皆居显位，国恩不可谓不厚。今郭亚多劫公卿，而将军劫至尊，果谁轻谁重焉？李傕大怒，拔剑叱曰：天子使汝来辱我乎？我先斩汝头。其都尉杨奉谏曰：今郭汜未除，而杀天使，则汜兴兵有名，诸侯皆诛之矣。贾诩亦力劝，傕怒少息。诩遂推皇甫苹出。帝大叫曰：李傕不奉诏，欲使君自立。侍中胡邈疾止之曰：吾出此言，恐余身不利。帝斥之曰：胡敬才，汝亦为朝廷之臣，如何负贼？君若
无之下，诸将引兵于离外镇压。离了等专权，百官稍有触犯，竟于帝前殴骂，故意送浊酒促使于帝，帝勉强纳之。离了，韩先又联名保奏请徒，不取无一走卒200余名，并委校尉御史等官。客应不及，以追画之，全不成体统。却说韩荣取说绝，似二贼从其言，乃于百官及宫人归。事遂大荒，百姓皆食野菜，恶服偏也。河内太守张阳献米肉，河东太守王义献绢帛，地烧的米。董承、杨奉商议，一面差人修洛阳宫苑，欲奉车驾海东都，离了不从。董承谓离了曰：洛阳本天子监督之地，而以乃小地面，如何容得车驾？今奉驾海洛阳市政里。离了曰：汝等奉驾去，我只在此处住。奉乃奉驾启程。离了按令人结连理决郭汜一同结驾。董承、杨奉、韩先知其谋，连夜摆布军士，护送车驾前奔机关。离了闻之，不等决，汜军到，自引本部人马前来追赶。汜更左侧，赶到鸡山下，大叫车驾休息。理决郭汜在此，喝得献帝心惊胆战，山上火光遍起。正是前番2贼分为2，今番3贼合为一。不知汉天子怎理此难？且听下文分解。第14回，曹孟德一驾幸许都，吕奉先城夜袭徐郡。却说离了引军诈称理决郭汜来追车驾，天子大惊。杨奉曰：此理乐也。遂令徐晃出营之，离了亲自出战，两马相交，只一合，被徐晃一斧砍于马下，杀散余党，保护车驾过机关。太守张扬据宿伯营驾驭直道，帝封张扬为大司马，杨辞帝屯兵也亡去了。帝入洛阳，见宫室烧尽，皆是荒芜，满目皆是蒿草，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，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。百官朝贺，皆立于荆棘之中。诏改兴平为建安元年。事岁又大荒，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，无可为食，仅出城去剥树皮蕨草根食之。尚书郎以下，皆自出城樵采，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。汉末气运之衰，无甚于此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血流氓荡白蛇王，赤指纵横游四方。秦路主翻新社稷，楚追推倒立封疆。天子懦弱奸邪起，宗社凋零盗贼狂。叹道两京遭难处，铁人无泪也凄惶。太尉杨彪奏帝曰：前蒙降诏，未曾发遣。今曹操在山东，兵强将胜，可宣入朝，以抚王室。帝曰：朕前既降诏，卿何必再奏？今即差人前去便了。彪领旨，即差使命赴山东，宣召曹操。却说曹操在山东，闻知车驾已还洛阳，举谋士商议。荀彧进曰：西晋文公纳州襄王，而诸侯服从；汉高祖为义帝发丧，而天下归心。今天子蒙尘，将军诚因此时首倡议兵，奉天子以从众望，不是之略也。若不早图，人将先我而为之矣。曹操大喜，正要收拾起兵，忽报有天使急诏宣召。操接诏，何日行事？却说帝在洛阳，百事未备，城郭崩倒，欲修未能。人报理决郭汜领兵将到，帝大惊，问杨奉曰：山东之使未回，李郭之兵又至，为之奈何？杨奉、韩先曰：臣愿与贼决死战，以保陛下。董承曰：城国不坚，兵甲不多，战辱不生，当复如何？吾若且奉驾往山东避之。帝从其言，即日起驾往山东进发，百官无马皆随驾步行。出了洛阳，行无一箭之地，但见尘头蔽日，金鼓喧天，无限人马到来，帝后站立不能言。忽见一骑飞来，乃前插往山东之使命也，至车前拜其曰：曹将军尽其山东之兵，应召前来。闻理决郭汜犯洛阳，先插夏侯惇为先锋，引上将10员，精兵5万，前来保驾。帝心方安，
敦分两路迎之，敦乃与曹洪分为两翼，马军先出，步军后随，尽力攻击。觉四贼兵大败，斩首万余，于是还洛阳故宫，夏侯惇屯兵于城外。次日，曹操引大队人马到来，而隐蔽入城见地，败于殿阶之下。历次平身，宣谕未落。操曰：丞相蒙国恩，克斯图报。今觉四二贼罪恶贯盈，臣有精兵20余万，以顺讨逆，无不克捷。陛下善保龙体，以社稷为重。历乃封操领司隶校尉，驾节钺录尚书事。却说李傕郭汜知操远来，意欲速战。贾诩谏曰：不可。操兵精将勇，不如降之，求免